歡迎每一位今日嚟到參加慕迪港眾恩堂嘅主日崇拜聚會。現在崇拜聚會開始，請我哋先低頭默禱，預備我哋嘅心靈。默禱完畢，請聽宣召嘅經文：詩篇第47篇第1節、第2節、第8節同埋第9節。萬民啊，你們都要拍掌，要用誇勝的聲音向神呼喊，因為耶和華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神作王治理萬國，神坐在他的聖寶座上，列邦的君王聚集，要作亞伯拉罕之神的民，因為世界的盾牌是屬神的，他為至高。我哋同心為崇拜獻上禱告。我哋嘅主，我哋嘅神，我哋要讚美你，因為你係嗰位至高嘅創造主，你係嗰位全地嘅大君王，你係嗰位大而可畏嘅神。你今日坐喺你自己嘅聖寶座上面前，嚟到讓我哋一同嚟到去俯伏，嚟到去敬拜你。主啊，我哋深知道我哋係卑微、污穢、叛逆你嘅民，但我哋感謝你自己諸般嘅慈愛。主係要我哋今日不致被消滅，我哋本係滅亡沉淪，我哋犯罪，你要遠離你，但你卻係你差遣你嘅愛子耶穌基督為我哋成就呢個咁寶貴嘅呢個嘅救贖。主係讓我哋今日能夠成為你自己蒙愛嘅子民。主係讓我哋今日嚟到面前，我哋一同嚟到俯伏敬拜你。主係最終縱然今日罪惡同埋黑暗嚟到遮蓋全地，但我哋仍然嘅深信你喺當中，仍然你嘅掌權。再讓我哋知道你喺當中，你能夠去保守你自己嘅民。再讓我哋能夠帶着信心同埋忍耐盼望，我哋嚟去等候你自己。求你哋要堅固，你都與我哋同在，你要帶領我哋，讓我哋深深嘅相信神你自己嘅國度有一日要降臨。主啊，你喺地上邊要完全嘅掌權同埋得勝。願我哋將一切嘅頌讚榮耀，你要歸過俾你。求你悅納喺我哋面前同心仰望嘅禱告，係奉靠耶穌基督聖名。阿門。現在我哋一同以詩歌嚟到敬拜讚美我哋嘅神。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实在今在以后永在，唯有你是全能战胜。坐在宝座上，尊贵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颂赞尊贵
之主，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颂，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实在今在以后永在，唯有你是全能真神。坐在宝座上，尊贵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颂赞尊贵荣耀全息，都归给你直到永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颂。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颂。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同讚頌主愛，讓這歌聲蕩漾。世間有愛絕美，基督的生與死，從聖殿出發，直到四面地極，要宣稱主愛萬世紀。從遍地黑暗踏進這天路漫漫，有他賜予力氣，他的恩典預備，無畏懼風雨，暴利也未停下，只因他的國快降臨世間，盼望着耶穌，他必要再來，腳踏着雲彩，從榮光中宣告更新這地方。從整這世界，光輝照萬邦，同聲歡呼敬拜，盼望着耶穌，他必快再來。竭力的同心，讚美歌聲掩蓋，堅守這地方，同心一起等候，禱告中讚神，同信他的應允，渴望共耶穌和他於一起，牽手進入永恆榮美光輝的國。是你給我每天力量，面對得失挫敗，
有你安慰我。縱使前路盡險，天昏暗，狂風雨下，長路中與我同行，是你。是你給我每天力量，是你不分晝夜，愛我體貼我，每刻攜着我手，是因為從不間斷，長路中與我同行，是你。是你給我每天力量，面對得失挫敗，有你安慰我。縱使前路盡險，天空暗，狂風雨下，長路中與我同行，是你。每刻攜着我手，是因為給我勉勵，長路中與我同行，是你。請我哋低頭，我哋同心為奉獻嚟到禱告。親愛的天父，我哋感謝你自己嘅恩典、保守同埋供應。特別喺過去嘅日子當中，縱然喺艱難困苦裏邊、缺乏嘅當中，但係你仍然嘅，你嘅恩典係何等嘅豐富，讓我哋更加去經歷你自己，我哋向你獻上更大嘅感恩。願主幫助我哋，讓我哋嚟到叫我哋知道，今日我哋仍然能夠嚟到擺上你所賜俾我哋嘅係何等嘅蒙福。願主親自嘅悅納，聽我哋同心仰望禱告，奉耶穌基督聖名，阿門。以下係牧禱，請我哋一齊低頭，我哋再次誠心嘅禱告。親愛嘅天父啊，我哋喺你面前，我哋繼續嚟到去仰望你自己嘅大憐憫。就係因為呢個世界嘅疫情已經差不多，而又已經有1年嘅時間，仲有我哋仍然睇到前邊仍然未有出路。仲有我哋求你，要特別要施恩憐憫。我哋聽到仍然有更多人嘅感染，有更多人因為呢個病毒而離世。主啊，我哋深深嘅知道你喺當中，主啊，你係憐愛世上嘅人。主啊，求你喺呢個時間特別你要賜下你自己嘅平安同埋你自己嘅同在，你要特別嚟到保守，真係讓呢個疫情能夠早日嘅你要得到止息。神啊，我哋喺呢個時間你要特別嚟到都為到疫苗嘅接種，主啊，我哋盼望能夠有更快同埋更有效嘅，能夠幫助一啲特別有需要嘅人，就讓我哋早日嘅得到接種，以致人唔會再受呢一個疫情嘅嚟到去感染。神啊，我哋亦都為到世界嚟到禱告，特別我哋亦都為到加拿大同美國呢兩個昔日嚟到去敬畏神嘅國家。主啊，我哋睇到今日佢哋都要遠離你，主啊，佢哋嚟到去高舉人嘅權利同埋自由，主啊，以致佢哋嚟到去離棄你自己嘅真道。主啊，特別喺正向嘅問題上邊，主啊，我哋真係求你憐憫。主啊，我哋求你
真係幫助呢啲掌權嘅，佢哋嘅心能夠回轉，不再嚟到被迷惑。主啊，以致佢哋能夠行喺你嘅道上邊。主啊，我哋特別為到加拿大喺呢一個嘅司錄嘅法案裏邊，主啊，正在嘅嚟到審議，我哋求神嚟到喺當中嚟到掌權，能夠叫真係讓你嘅真理能夠喺當中嚟到彰顯。神啊，我哋又喺呢個時間為到教會嚟到禱告。主啊，我哋感謝你，你將異象同埋使命嚟到賜過俾我哋。主啊，讓我哋今日眾弟兄姊妹領受之後，我哋能夠嚟到同心合意嘅嚟到擺上我哋自己。我哋求你要親自嚟到帶領，特別我哋喺今年嘅1至3月裏邊，我哋當中我哋願意嘅嚟到學習操練警醒嘅禱告。只求你讓崇拜嘅信息，求你嘅話語，你要再一次嚟到激勵我哋嘅心，讓我哋成為一間係全民禱告嘅教會，能夠嚟到去專心嘅、全然嘅嚟到倚靠你。讓我哋知道非勢力、非才能，我哋深信唯有倚靠神嘅靈嚟到方能嚟到成就。主，我哋又喺呢個時間，我哋同樣紀念到我哋當中嘅有離世嘅，最後我哋紀念到當中嘅家人。主，我哋特別喺個時間，我哋為到William Chan 弟兄佢嘅太太 Amy， 就係經過咗好多年嘅癌症。主話你識佢嘅勞苦，今日安息喺你嘅裏邊。我哋求主特別嚟到帶領安慰佢嘅家人，亦都帶領佢喺後事上面嘅安排。同樣我哋繼續紀念到我哋嘅Matthew Choi 弟兄嘅家人，我哋為到 Macy 同埋3個女兒，求主喺呢個時間你特別嘅嚟到與佢哋同在。主，我哋又為到佢喺嚟緊2月20號嘅呢個生命嘅禮讚，主，我哋求你喺當中嚟到帶領，主，願喺呢個聚會嘅裏邊能夠去見證神你嘅信實你自己嘅慈愛。主，我哋恭敬嘅將到我哋整個教會眾弟兄姊妹再一次擺在你嘅面前，求主你嘅恩典嚟到去遮蓋，你要帶領我哋咁樣同心仰望禱告，奉靠耶穌基督聖名，阿門。以下係讀經，今日嘅經文係記載喺馬太福音第7章第7至到第12節。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因為凡祈求的，就得着；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你們中間誰有兒子求餅，反給他石頭呢？求魚，反給他蛇呢？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何況你們在天上的父，豈不把更好東西給求他的人麼？所以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因為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喺今日崇拜當中，我哋好高興有萬德康牧師喺我哋當中嚟到去證道。佢今日嘅講題係禱告未必蒙垂聽。我哋恭敬將時間交俾萬牧師。弟兄姊妹平安。喺今日開始講道之先，好想邀請大家同我一齊低頭祈禱，將時間交俾神。親愛嘅天父，我哋多謝你，俾我哋今日可以嚟到敬拜你，並且喺下面嘅時間，我哋一齊查考你嘅話語，更加恭敬嘅將下面時間交託俾你。將我求你差遣你嘅聖靈、真理嘅靈，
進入我哋嘅心裏面，幫助我哋拎走一切我哋心中可能有嘅障礙，讓我哋能夠嚟到親近你，並且能夠聽得懂你對我哋要講嘅說話。主啊，求你跳過你僕人軟弱不足嘅地方，你親自對你自己嘅兒女說話。多謝你垂聽禱告，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阿門。弟兄姊妹，過去呢幾個嘅禮拜裏面，我哋一路咧都查考緊禱告嘅內容，並且會喺呢一季度裏面，我哋都會查考禱告，因為教會嘅使命就係首先要成為祈禱嘅教會，一個警醒禱告嘅教會。所以我哋盼望藉住神嘅話語裝備大家，預備我哋成為一個禱告人，亦都預備教會成為一間合神心意祈禱嘅教會。所以今日我哋查考嘅經文會係喺馬太福音嘅第7章，馬太福音嘅第7章7到第12節，係主耶穌基督喺登山寶訓裏面另一段關於禱告嘅教導嚟。我會將佢分成3個嘅部分。第一個部分會係第7同埋第8節，聖經係咁樣讀嘅：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因為凡祈求的就得着，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呢兩節嘅聖經當中，我相信大家都會好熟悉。好多嘅弟兄姊妹呢，認為我哋禱告係必蒙垂聽嘅聖經嘅根據，因為確實主耶穌係咁樣講嘅：你們祈求，英文講 ask 就會俾你哋噶啦，尋找 seek 你就會尋見，叩門 knock 神就會開門俾你嘅。因為咧跟住嗰第8節咧，彷彿係一個屬靈嘅原則，神確實係咁樣好清晰嘅應許，話俾我哋聽：如果你咁樣求、咁樣尋找、咁樣叩門，就一定會回應你。所以咧，禱告係必然會得到回應嘅，必然會垂聽嘅。但係弟兄姊妹，我相信我哋苦心自問喺真實嘅生活嘅當中，我哋嘅禱告蒙垂聽嘅多，抑或不蒙垂聽嘅多呢？我相信呢，如果我哋坦白問一問自己，可能我哋會話，可能我哋真係不蒙垂聽會多過蒙垂聽喎。究竟點解神呢度咁清晰應許，但係喺實際嘅生活當中又唔係咁樣樣嘅呢？嗱，接住呢，我就好想同大家一齊嚟到思考兩個嘅問題。因為呢段嘅經文裏面講到3個嘅動作：祈求、尋找、叩門，係3個動詞嚟，係3種行動嚟嘅。而喺原文裏面係一個嘅現在嘅時態，呢個動詞係現在嘅時態，意味住咧佢唔係一次過嘅事情，而係我哋不斷嚟到去要求問神，要向佢祈求，去尋索，去敲門。我哋係要有一種嘅恆常嘅禱告嘅態度，有一種嘅迫切認真嘅追尋嘅態度，我哋先至會符合呢一個嘅蒙垂聽嘅條件。所以弟兄姊妹，我哋要問：究竟我哋嘅態度有冇符合嘅恆常迫切嘅禱告呢？呢度係第一點。如果我哋嘅態度係鬆散嘅，唔係好認真嘅，咁我哋嘅禱告不蒙垂聽係自然嘅。但係如果相反，你話我真係好認真、好迫切，我真係咧喺神面前敲門尋索，但係可能都會不蒙垂聽，又點解呢？咁我咧就先想同大家睇一睇一段嘅平衡嘅經文，喺路加福音第11章嘅第5節去到第8節。嗱，呢一段嘅路加福音嘅11章咧，係馬太福音嘅第7章嘅平衡嘅經文。第11章裏面開始嘅時候咧，係講到主禱文，然後去到第5節，聖經話耶穌又對他們說：你們當中誰有朋友半夜去找他，說：請你借給我3個餅，因為我有一個朋友旅行來到我這裏，我沒有什麼可以招待他。而他卻在裏面回答：不要麻煩我。門已經關好了，孩子也跟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來拿給你。我告訴你們，
即使不因為他是朋友而起來給他，也會因為他厚顏地直求而起來照他所需要的給他。然後就第9節去到第13節，就係講到我哋喺呢度引用嘅同一段嘅經文。所以喺個背景嘅裏面，前文後理裏面，祈求、尋找、叩門嗰個背景好似係一個嘅代禱嚟嘅。可能你會話係為自己又好，但係喺呢個背景裏面係為到別人，係為到我嘅朋友，我迫切嘅嚟到神嘅面前，因為佢有好大嘅需要，我就帶住佢嘅需要嚟到去神嘅面前，向神切切嘅哀求，向神切切嘅代求，求神施憐憫，求神賜恩典，幫助我自己或者我代禱嘅對象，佢嘅困難能夠得到解決。嗱，所以呢個係嗰個背景嚟，迫切嘅求、尋找、叩門，因為嗰個嘅情況係好緊急嘅，係好迫切嘅。所以我哋要問我哋嘅禱告嘅態度，第一就係有冇一個嘅合宜嘅態度，係情詞迫切嘅，向神真係傾心吐意，向神好坦誠嘅禱告，甚至代求呢？呢度係第一點。如果你話我確實有呢一種嘅態度，我情詞迫切咁樣你都求啊，但係神都冇答我，咁係咩原因呢？嗱，弟兄姊妹，我哋咧就要睇第二段嘅經文啦。呢一段嘅經文咧就喺馬太福音嘅第7章嘅第9到第11節。嗱，聖經係咁樣讀嘅：你們中間誰有兒子求餅，反給他石頭呢？求魚，反給他蛇呢？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何況你們在天上的父，豈不更把好東西給求他的人嗎？嗱，弟兄姊妹，呢段嘅經文呢，就牽涉到兩方面。第一個就係我哋禱告嘅對象係邊一位呢？呢度講係天父，我哋禱告嘅對象係天父，而天父佢係好樂意賜恩俾佢嘅兒女，特別係嗰啲向佢情詞迫切、傾心吐意嚟到去懇切去詢問神、懇切嘅嚟到去祈求神嘅兒女，神話佢必定會回應佢哋。呢個係第一點。天父係滿有憐憫、滿有恩典、滿有慈愛，樂意施恩俾佢兒女嘅神嚟。然後第二點就牽涉到嗰個禱告嘅內容。呢一部分比較重要。當我哋話禱告必蒙應允嘅時候，但係我哋又發覺好多時候我哋嘅禱告又未必蒙應允，甚至不蒙應允。咁又點解呢？如果神咁樂意將好嘅嘢俾我哋又咁迫切嚟到向佢求，咁點解我哋嘅禱告又不蒙應允呢？唯一一個嘅解釋就係咪我哋禱告嘅內容出咗問題呢？係咪呢一度嘅經文講，如果我哋求餅，我哋真係肚餓需要麵包，神係唔會俾嚿石頭我哋嘅，佢係會俾餅、俾麵包、俾糧食嚟到去令到我哋飽足嘅。神係好樂意咁樣。當我哋向佢求好嘅嘢，對我哋有益嘅，佢絕對唔會相反嘅，俾一啲傷害我哋嘅物件我哋，係唔會嘅。所以當我哋求條魚，神絕對唔會俾條蛇嚟。佢話做一個對比就係世上嘅父親我尚且會將好嘢俾佢嘅兒女，何況天上嘅爸爸呢？所以如果我哋求又得不着嘅時候，唯一一個解釋就係，當我哋以為我哋求緊餅、求緊魚嘅時候，但係原來佢知道神監察我哋咁樣求嘅時候，雖然係好情詞迫切我哋好認真，我哋亦都確信我哋冇亂求，但係唯有神知道邊一啲係真係對我哋係好嘅，又有邊一啲係對我哋唔好嘅呢？所以呢度呢牽涉到呢有一個嘅問題，就係呢我哋大家都可能聽過
喺基督教當中咧，有一啲嘅教派，甚至有一啲嘅人士咧，就強調呢種叫做成功嘅神學。佢咧就話我哋嘅神咧係宇宙穹蒼最偉大嘅神，佢係天上嘅大君王，而我哋係佢嘅兒女，我哋應該係王子係公主嚟嘅。如果我哋嘅神係造天地嘅神，所有嘅一切都屬於佢嘅，而我哋點可以好似生活得好似一個嘅乞丐咁樣呢？我哋應該活得好似一個嘅王子公主一樣，我哋應該穿金戴銀，我哋應該係好富足，我哋應該係好喺物質上面係好豐盛嘅。所以呢種成功嘅神學呢，就甚至鼓吹人呢要向神，只要你有信心，你要向神嚟到求一切你心裏面所要嘅就得㗎啦。有啲時候佢哋鼓吹呢，當我聽嘅時候我都覺得真係好驚訝，點解佢哋會咁樣呢嚟到去教導，甚至咁樣求？佢話如果你想要一架嘅新車，你要將嗰個嘅車嘅型號、乜嘢款式、顏色都要話俾神聽，神就會按你嘅禱告嚟到賜俾你㗎啦。你要只要有信心，你就必定得着。嗱，當我咁樣聽嘅時候，我真係好驚訝。我發覺神會唔會咁樣答我哋呢？神會唔會真係呢一種咁樣嘅祈禱係符合神嘅心意？我哋以為真係求緊好東西呢，可能我哋唔知道嘅時候，我哋係求緊對我哋，特別係我哋嘅屬靈生命唔好嘅嘢呢。我哋以為我哋求餅，原來我哋求緊石頭呢。我哋以為我哋求緊魚，原來我哋求緊條蛇呢。嗱，點解我咁樣講呢？因為咧，聖經確實喺箴言咧就提到有一個咁樣嘅禱告，喺箴言嘅30章嘅第7到第8節咧，箴言嘅作者就咁樣話，佢話我求你兩件事，呢個係向神嘅禱告，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賜給我。箴言30章第8節，求你使虛假和謊言遠離我，使我也不貧窮也不富足，賜給我需用的飲食。恐怕我飽足不認你，說耶和華是誰呢？又恐怕我貧窮就偷竊，以致我褻瀆我神的名。嗱，呢個係箴言裏面一段好重要嘅經文。佢向神求嘅唔係大富大貴，佢知道當我哋好富足嘅時候，我哋會跌喺物欲嘅試探嘅裏面，我哋可能會出現咗真係被迷惑，我哋會忘記神是誰，我哋俾一切嘅物質甚至世界嘅神吸引咗去，慢慢我哋因為追求呢啲嘅物質嘅滿足，我哋轉移去敬拜財神，去拜咗偶像，我哋都唔知道，我哋咧隨時會誤入歧途。所以咧箴言嘅作者就話，佢話我只向神求虛謊同埋謊言遠離我，同埋叫我不富足亦都唔貧窮，我有衣有食我就滿足啦。更重要嘅，我係要存住敬畏嘅心，每一日與神同行。呢個確實亦都係新約雅各書嘅4章裏面咧，4章嘅第3節，神佢話你哋求也得不着，因為你哋妄求，要浪費喺你哋嘅宴樂嘅當中。佢話神係唔會答嘅，因為你求都唔會得噶啦，神係唔會俾嘅。因為如果你咁樣求嘅時候，你今日求一架車，明日你會求架飛機，然後要一隻好大嘅遊艇。佢話咁樣求係咪基督徒嘅生活喺地上面合宜嘅態度嚟嘅？我就諗起咧，其實馬太福音嘅第6章，主耶穌講唔好憂慮，因為有好多人會為生活當中好多事憂慮。我哋咧為每一日嘅開門7件事嚟到不斷嘅向神祈禱。雖然日常嘅生活主禱文都教我哋賜俾我哋日用嘅飲食，但係有時確實好多嘅弟兄姊妹基督徒，佢嘅禱告，每一日嘅禱告裏面，大部分都離唔開係柴米油鹽醬醋茶。我哋當神係邊一個呢？我哋當神只不過係一個米飯班主，或者咧我哋將我哋嘅禱告好似一個嘅去超級市場買嘢嘅清單一樣，然後就擺喺神嘅面前，然後求神你照住我所要嘅，唔該你就賜俾我咯。嗱，今日咧真係講得好笑嘅就係我哋可以咧喺 Amazon 嗰度咧就列晒，然後有人送到門口咁樣。我哋可能唔小心嘅時候，我哋當神係一個嘅米飯班主，一個供應商。
只係咧滿足我肉體嘅需要，就係咁多。我同神嘅關係就係停喺咁樣。我當佢唔係做我生命、救我生命嘅主，係我生命嘅揸 fit 人，而係佢係我嘅僕人，只不過供應我嘅需要。講得唔好聽，佢就係我嘅工人。呢種嘅心態，呢種禱告嘅內容，聖經話係不蒙垂聽嘅，因為神唔會將蛇同埋石頭咧俾佢嘅兒女，因為咁樣求係會帶我哋誤入歧途。而喺馬太福音嘅第6章33節，佢話：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一切都必加給你們了。佢話要先求神嘅國同埋神嘅義，這一切意思就係話我哋日用嘅飲食，我哋嘅需用，神係知道嘅，佢自然會俾我哋。日用嘅飲食，神係會賜予嘅。但係更加重要、最好嘅嗰樣嘢，對我哋生命好嘅，我哋要求神嘅國同埋求神嘅義。我哋要問一問自己，我哋有幾多時嘅祈禱係為我自己屬靈嘅生命嘅進步，而喺神面前好情詞迫切咁樣祈禱呢？我有冇好迫切嘅睇到自己屬靈生命嘅不足、軟弱，而向神求寬恕、求幫助、求成長？我求神引導我嘅心思同埋意念，所以我深信有啲禱告係必蒙應允嘅。例如乜嘢嘅祈禱呢？先求神嘅國同埋神嘅義，求神喺我生命當中完全嘅掌管，非我為主嘅祈求。我相信呢啲嘅禱告係必蒙垂聽，係神會賜恩嘅。例如喺詩篇嘅139篇23、24節，詩人話：神啊，求你監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裏面有什麼惡行沒有，引導我走永生的道路。而喺詩篇嘅19篇14節，有相同嘅效果嘅祈禱，詩人就話：耶和華我的磐石，我的救贖主啊，願我口中的言語、心裏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悅納。如果我哋每一日嘅祈禱係先求神嘅國、神嘅義，我相信呢啲嘅禱告就會轉化咗我哋整個嘅生命嘅方向，會轉化我哋整個屬靈生命嘅成長。我相信當我哋咁樣求嘅時候，呢啲禱告係蒙應允嘅，因為我哋求啱咗，神亦都好樂意將啱嘅俾我哋。好啦，翻嚟，弟兄姊妹，喺聖經裏面確實有一啲嘅例子咧，係話俾我哋聽，有時我哋情詞迫切嘅祈禱未必蒙垂聽，因為神有更高嘅美意要賜俾佢嘅兒女。嗱，其中一段嘅經文就係保羅自己嘅禱告，我相信大家都好熟悉呢段經文，就係哥林多後書嘅12章7到第10節。保羅話：又恐怕我因所得嘅啟示甚大，就過於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身上，就係撒旦嘅差役要攻擊我，免得我過於自高。為這事我3次求過主，叫這刺離開我。他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為基督嘅緣故，就以軟弱、凌辱、急難、逼迫、困苦為可喜樂嘅，因為什麼時候軟弱，什麼時候就剛強了。弟兄姊妹，保羅都曾經向神情詞迫切3次，唔係1次，唔係2次，係3次懇切咁樣，真係祈求、尋找、叩門。不過神冇回應佢，神冇答佢嘅祈禱，冇拎走呢根刺，而反而神對佢講，佢話：我嘅恩典夠你用，呢一根刺喺你身上係要叫你經歷我更大嘅恩典。然後保羅就轉念，佢就明白神更高嘅旨意，佢嘅意念高過我哋嘅意念，佢嘅旨意高過我哋嘅旨意。所以保羅話：而家我更喜歡誇自己嘅軟弱，我冇再向神求去拎走我身上呢根刺，或者係身體上面嘅眼嘅疾病，係一種嘅肉體嘅煎熬或者係疾病。佢話我而家我與呢根刺
一齊同行，但係我知道我靠着那加給我力量嘅，我凡事都能做。因為嗰根嘅刺令到保羅同神更貼近，佢更認識主耶穌，佢更明白佢嘅恩主。而另一段嘅經文係耶穌基督自己，耶穌基督自己喺客西馬尼園，路加福音22章42節，佢話到了那地方，耶穌就對他們說：你們要禱告，免得入了迷惑。於是離開他們，若有扔一塊石頭那麼遠，跪下禱告，說42節：父啊，你若願意，就把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乃要成就你的意思。耶穌基督喺上十字架之前，佢人嘅肉身都有軟弱，佢面對困難嘅時候，面對十字架嘅苦楚，佢都有人嘅恐懼。佢甚至真係求神，如果可以，你拎走佢。不過最後佢完全順服喺神嘅旨意。佢話：只願你嘅旨意成就，唔好成就我嘅意思，係成就你嘅旨意。佢就走上十字架，完成咗救贖全人類嘅咁重要嘅永恆嘅計劃同工作。救恩就臨到全人類，佢犧牲自己，為要將好嘅俾我哋。嗱，呢個係耶穌基督嘅禱告。嗱，今日弟兄姊妹，我喺思考禱告嘅時候，好多時我都會諗到一個情況。呢一個嘅情況就係我哋好多時候呢，覺得我哋嘅禱告係好有理由，但係呢，好多時呢，事與願違。嗱，舉一個好真實嘅例子，乜嘢嘅禱告係好多時候我哋嘅出發點同動機都完全正確，但係卻未必蒙神應允嘅。有冇呢啲情形呢？我話俾大家聽，有。特別係乜嘢呢？特別就係為我哋所愛嘅親友或者我哋嘅肢體弟兄姊妹，去喺病患當中或者喺重病嘅當中，我哋為佢哋代求，求神醫治嘅時候，我哋發現呢啲嘅代禱，呢啲嘅禱告未必蒙應允。大家同意我講嗎？我覺得作為一個牧者，好多時候嘅掙扎就係弟兄姊妹邀請我去為嗰啲嘅病重嘅肢體嚟到祈禱，求神醫治。我有時我要坦白講，我好大嘅掙扎。掙扎嘅意思係乜嘢？我見好多，就係有時禱告係蒙應允嘅，有啲確實喺病危當中神蹟嘅改變，神回應咗禱告，神蹟般佢好返。但係亦都有一啲嘅祈禱係不蒙應允。我哋好希望，甚至我哋為到嗰位嘅病者佢嘅家人，佢所愛嘅，佢哋嘅處境會失去親人嗰種嘅困難，我哋好情詞迫切，希望神醫治佢。但係神冇聽我哋嘅禱告，神將佢哋接走。咁係乜嘢意思？喺呢度我唔敢話嗰啲我哋係求錯，我相信我哋都係求最好。我哋嘅動機，我哋嘅出發點全部都啱，不過神冇答。唯一嘅解釋係乜嘢？神有更高嘅旨意，神有更好嘅計劃喺當中。確實為到病患祈禱，我會話俾大家聽，總有一次你嘅禱告一定不蒙應允，因為我哋每一個人同呢個地球嘅關係係有限嘅。我哋有一日都要離開呢個世界，我哋每一個人都有一日要離開呢個地球。每一個基督徒真正嘅盼望係喺天上嘅家，而唔係永久居住喺呢一個咁敗壞、俾罪惡完全污染嘅世界。其實有幾多人我哋真係希望咁樣？所以真係有一次嘅祈禱，無論你幾多次禱告蒙應允都好，總有一次你嘅禱告係不蒙應允，因為神確實要接佢返天家，可能係出於佢要釋去佢肉體嘅勞苦，因為我哋見到我哋至親嘅、至愛嘅，佢喺患病當中嘅痛楚，我哋唔忍心見佢受苦，我哋寧願佢息勞歸主。呢個確實係真實。有時我哋盼望佢能夠離開肉體嘅痛苦，而得着永恆嘅釋放。我曾經喺牧養嘅當中，我關心好多身體殘障嘅傷健者，而其中有一個嘅情況就係嗰啲叫做肌肉萎縮症嘅弟兄姊妹。我牧養當中有好多係肌肉萎縮症，佢哋大部分嘅年壽到25歲到
就已經走到人生嘅盡頭。我哋出於人嘅好意，我哋會盡量嚟到為佢哋禱告。但係有一個嘅見證就係呢一位嘅弟兄，當佢知道自己身體越嚟越衰弱嘅時候，佢一啲都冇恐懼，佢反而安慰翻我哋。佢話佢其實期待緊呢一日已經好耐，因為佢知道只要佢離開呢個身體，佢就會得着一個新嘅身體。佢復活嘅身體係一個唔需要再坐輪椅，唔需要俾呢個肌肉萎縮限制住嘅種種束縛嘅身體。佢可以得到真嘅自由，佢可以喺天上面見翻佢喺主裏面嘅同樣係肌肉萎縮嘅弟兄姊妹。佢相信喺天上面佢哋會有一個健全嘅身體，能夠奔走，甚至能夠飛翔。所以佢渴望嗰一日，佢甚至喺離世之前，佢要指定同我講：萬牧師，你主持我嘅安息禮拜嘅時候，你要打一條最靚嘅呔，最鮮豔嘅呔。而佢吩咐邀請，叫佢嘅爸爸媽媽要着最靚嘅衣服，因為嗰個係慶典嚟，嗰個唔係哀傷嘅時候，嗰個係慶典。呢一個嘅經歷喺我心裏面好深好深嘅印象，好深嘅印象。弟兄姊妹，我哋會明白，我哋會難過，但係我哋嘅盼望確實係天上。可能有時要喺永恆嘅裏面，我哋先知道點解神喺呢一個時間接走我哋所愛嘅人，又喺某一啲嘅時候裏面，我哋嘅禱告又會留低某啲人。呢個我哋係唔識答嘅，亦都唔會知，只有神知道。我哋要憑信心去捉緊呢一位嘅天父，係嗰位慈愛嘅天父，佢嘅旨意係最好。所以有時要回望嘅時候，或者經過一段時間，我哋先知道所發生嘅係對我哋好。舉一個例子係我自己嘅，有一次喺牧養嘅當中，喺一啲嘅事工嘅安排上面，我覺得自己冇得到最好嘅對待，好似有啲唔係好公平。我心裏面就有啲嘅戚然，唔係好開心。開完嗰個會，喺個營會嚟嘅，我翻自己房間裏面，心裏面有啲好憤憤不平。我一眯埋眼向神禱告，想向神訴苦嘅時候，突然間我就聽到一把嘅聲音同我講，佢話這是出於我，好清晰，好清晰。嗰句嘅說話非常嘅清楚。佢話這是出於我，我就諗起詩篇39篇第9節，聖經係咁樣讀：因我所遭遇的是出於你，我就默然不語。當時我諗起呢段經文，因為好清晰，我聽到，我知道係神同我講，佢話呢件事情係出於我嘅，你交俾我啦，你唔需要憤憤不平，我自有最好嘅安排係為你而安排。所以我一聽到呢句聲音，神咁樣嘅說話，我諗起呢節嘅經文，我就立時默然不語，我唔出聲，但係裏面嗰個嘅怒氣，嗰種嘅不平，就喺我裏面就消散。我好感謝神，神真係好奇妙，佢喺我最需要嘅時候，佢知道我嘅需要，佢就為我咁樣安排。弟兄姊妹，仲有一個嘅例子，我諗起神係甚至有啲時候，我哋心裏面所求所問嘅，佢真係聽到，佢真係知道。我諗起有一年呢，大約係95年嘅時候，我喺滿地可牧會，當時教會好細，我係由香港被調翻去滿地可牧會。當時教會因為都幾低落，要我翻去呢，好似某一程度呢，好似再一次鼓勵翻佢哋咁樣。我落到嗰度嘅時候呢，佢哋人唔係好多，就因為要探訪佢哋，亦都咧唔能夠有好多嘅資源俾到我哋。但係我咧落地嘅時候咧，買一部車嘅錢都冇，而教會亦都冇錢咧俾我去買車，所以咧要探訪嘅時候就好困難。特別你知道 Montreal 咧喺隆冬嘅冬天嘅時候咧，佢哋好凍嘅，隨時咧零下幾十度。你如果你要搭公共嘅交通工具咧，企喺個車站咧，你可能咧你如果唔帶嗰啲嘅earmuff 咧，你1分鐘咧你隻耳仔咧就已經凍傷。所以我就諗到咁嘅情況咧，我就向神求，我唔知點樣，不過我真係需要一部車，唔知你可唔可以咧？你俾我咧？
當我咁樣祈禱，好懇切咁樣向神將我心裏面嘅需要講出嚟，但我知道實際嘅情況就係教會冇錢，其實我都自己又冇錢，我點樣可以有呢部車呢？不過就無論點我都向神禱告。點不知過咗幾日，我就收到一個長途電話，越洋喺香港打過嚟，係一位嘅姊妹，佢拎起電話就問我：問牧師，你係咪需要一部車啊？哇！我好震驚，好愕然。我話你點解會咁問我？佢話因為佢喺禱告當中，神同佢講，我需要一部車，所以佢話我就打電話俾你。而家我已經預備咗一筆嘅奉獻。雖然唔係足夠俾你買一部嘅新車，但係咧你可以買一部二手車，但係咧性能應該係好嘅，幫到你咧去做牧養嘅工作同埋探訪嘅工作。然後佢就收咗電話，過咗冇耐佢就匯錢過。弟兄姊妹，我好驚訝。上一次聽Horace 傳道講道嘅時候，佢同樣有類似嘅經歷。我想話俾大家聽，我哋嘅神係好慈愛，佢真係知道我哋需要。我哋有時喺內心裏面嘅禱告都冇人知，你都冇講俾人聽，神就已經知，佢就會越洋咁樣。當呢一度地方得唔到幫助，甚至神會跨過地球嘅另一邊感動人嚟到去滿足我哋嘅需要。呢個就係我哋嘅神。弟兄姊妹，最後我哋嚟到馬太福音嘅第7章嘅最後呢一段，就係第12節。聖經咁樣讀，佢話：所以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因為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喺新譯本話，因為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總綱。佢將所有嘅舊約嘅聖經神嘅話語濃縮喺呢一句嘅說話裏面，所以呢段嘅經文就叫做金律。簡單嚟講就係話，主耶穌講所以係將上面嘅由第7節到第11節濃縮咗起嚟，而第7節到第11節教導我哋一個乜嘢嘅真理呢？嗰個真理就係話，如果你中間有兒子求餅，你唔會俾石頭；求魚唔會俾蛇。意思即係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果你自己都唔希望嘅，你唔會咁樣去俾人。所以喺呢度教導我哋一個嘅好重要嘅真理就係，主耶穌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果你唔希望你求餅嘅時候，神會俾石頭你，因為神唔會咁樣做，神係會相反，神係會將最好嘅俾我哋。我哋未求嘅時候，佢已經將最好嘅俾我哋。喺羅馬書嘅第5章第8節話：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對我們的愛就在此顯明了。聖經濃縮咗成本舊約，就係愛人，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你嘅神，其次就係愛人如己。神值得我哋去愛，因為當我哋還作罪人，神已經為我哋死，唔係我哋做咗啲乜嘢好嘢配得神為我哋死，而係我哋乜嘢都冇做，神就主動嚟到去將最好嘅俾我哋，就係將佢兒子嘅生命都俾咗我哋，將救恩賜咗俾我哋。呢個就係聖經裏面講到嘅最重要嘅真理。佢話我哋要學效神嘅榜樣，咁樣去應用喺人際嘅關係當中。所以呢句說話就係，所以既然你嘅天父係咁樣待我哋，所以無論喺乜嘢嘅事情上面，我哋喺同人嘅相處當中，你哋願意人點樣待我哋，我哋就先要點樣待人，而唔係等到人做咗乜嘢嘢我先至回應。啱啱相反，係當我希望對方會點樣做，我就先咁樣做喺佢身上面。舉個例就係，如果你希望別人能夠我哋做錯嘅時候饒恕我哋，你就首先去饒恕別人。如果你願意別人喺你需要幫助嘅時候佢會幫你，你就先去幫助人啦。如果你希望你喺低沉嘅時候，你需要被鼓勵嘅時候，你需要人鼓勵你，你希望別人會鼓勵你，拍下你個膊頭為你打氣嘅，你就先咁樣做喺嗰啲而家遇到困難、情緒低落、需要鼓勵嘅人身上。仍然喺祈禱，如果你希望別人喺你困難嘅時候為你禱告，你嘅需要帶到神嘅面前，咁樣你就先去為嗰啲
有需要嘅人嚟到禱告，你就去留意邊一啲係有需要嘅人，喺教會當中、弟兄姊妹當中留意一下、聆聽一下、敏感一下，究竟我哋當中有啲乜嘢弟兄姊妹佢有需要，佢需要代禱，我就為佢代禱。呢一節精髓所在就係從一個嘅消極嘅，差唔多任何一個嘅宗教哲學都會講嘅啦，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呢個係一個消極嘅做法，但係喺神嘅真理當中，佢將佢轉化為施比受更為有福，唔係接受嗰個有福，而係我先去付出，將嗰個好處做喺別人身上。呢個就係《使徒行傳》20章33節裏面所講，施比受更為有福嘅真理。佢話當你咁樣做，你就必蒙神嘅賜福。願神透過今日呢一段嘅經文激勵我哋，成為一個真係按照神嘅心意嚟到去禱告，嚟到去尋求神，並且係為我哋嘅肢體、我哋嘅鄰舍嚟到去積極去代禱嘅勇士。願神祝福大家。感謝神賜我救贖主，感謝神豐富預備，感謝神過去的同在，感謝神主上恩庇，感謝神賜溫暖春天，感謝神消索秋徑，感謝神抹乾我眼淚，感謝神賜我安寧，感謝神禱告夢應允，感謝神美夢垂聽，感謝神渡過了風暴，感謝神豐富供應，感謝神賜我富裕樂，感謝神絕望得位，感謝神無比的慈愛，感謝神無限恩惠，感謝神賜路旁玫瑰，感謝神玫瑰有刺，感謝神賜家庭溫暖，感謝神盼望福祉，感謝神賜喜樂憂愁，感謝神屬天安寧，感謝神賜明天盼望，感謝神永遠不停。好感謝萬牧師今日俾我哋嘅信息。呢個時間我亦都好歡迎今日每一位嚟到參加我哋呢個網上崇拜嘅弟兄姊妹。以下係家事報告。首先係關於執事嘅選舉，新一屆嘅執事嘅選舉，我都感謝神，我哋有4位嘅候選人，佢哋嚟到獲選為2021年至到2023年嘅執事，包括有鍾華生弟兄、李志偉弟兄、崔嘉麗姊妹同埋楊素慕貞姊妹。願神嚟到帶領同埋使用佢哋喺未來嘅教會裏邊嘅侍奉。另外係每逢第1週嘅主日，我哋粵語嘅崇拜係會舉行呢個聖餐。請喺下個星期弟兄姊妹喺崇拜聚會之前嚟到喺家中呢，嚟到預備呢個嘅主餐嘅餅同埋杯。另外繼續鼓勵弟兄姊妹嚟到去踴躍參加教會嘅祈禱會，喺逢經星期2嘅晚上嘅8點45分嚟到舉行。我哋好感謝神喺嗰一段時間裏邊，弟兄姊妹都喺透過呢一個嘅 Zoom 嘅呢個平台咧嚟到一同嚟到為世界同埋教會嚟到守望嘅。我哋深信神喺當中咧係
係必定嚟到垂聽同埋帶領。另外，粵語事工團契部喺嚟緊嘅2月13號同埋2月27號嘅早上10點鐘呢，係會舉行呢一個嘅團契職員同埋組長嘅訓練，嚟到喺網上嚟到舉行嘅。內容係講到關於團契小組嘅本質、功能、運作，同埋團契嘅組織架構、計劃同埋侍奉人員嘅職責。更加咧，我哋會嚟到探討團契裏邊嘅異象同埋使命點樣去實踐嘅。咁好鼓勵每一個喺團契當中嚟到去侍奉嘅弟兄姊妹一同嘅嚟到參加。咁關於報名查詢呢，請呢向團契部嘅部長 Irene So 姊妹嚟到聯絡。呢一個嘅聚會嘅密碼呢，同樣都已經係刊登咗喺程序表嘅內頁啦。另外，我哋好感謝神當中帶領黃劉麗萍姊妹Julia 呢姊妹嚟到呢去擔任嚟緊粵語事工嘅祈禱部嘅部長。我哋求神呢喺當中呢嚟到賜福同埋使用。另外本堂嘅讚美操嘅事工呢，已經係恢復喺每逢星期三嘅早上10點鐘嚟到舉行嘅。咁呢係歡迎弟兄姊妹嚟到去邀請啲新朋友喺當中呢嚟到參加。如查詢呢同埋密碼呢，可以呢請向斯特拉姊妹呢嚟到聯絡。咁另外兒童事工我哋兒童團契呢係嚟緊呢係會喺每月嘅第2週同埋第4週嘅星期五嘅下晝5點半至6點鐘舉行嘅，喺 Zoom 上面嘅平台。所以歡迎呢係任何呢6至12歲嘅兒童呢嚟到去參加嘅。另外，關於喺呢段冬季嘅時間裏邊呢，我哋好需要招募呢一個嘅鏟雪嘅義工。咁呢係因為當有落雪嘅時候，每早上嘅10點鐘前呢，係要將教會行人路嘅前邊呢係需要呢嚟到清理呢個積雪嘅。咁呢，所以歡迎弟兄姊妹喺當中呢嚟到去有落雪嘅時間嚟到協助。咁呢請聯絡呢我哋教會嘅辦公室。另外行政消息，關於2020年嘅奉獻收據呢已經係印妥啦。咁亦都咧會以郵寄嘅方式寄到大家嘅家中。關於大家喺呢一個 PayPal 嘅呢個奉獻呢個收據呢，係請大家呢嚟到呢去連同呢教會呢一個嘅奉獻收據呢一齊嚟到用作報稅嘅。教會所發嘅奉獻收據呢係唔會包括呢個 PayPal 嘅奉獻嘅。咁請弟兄姊妹呢喺當中呢嚟到去留意。另外，關於蔡直佳弟兄嘅生命禮讚嘅聚會呢，係喺2月20號嘅下午6點鐘，以 Zoom 嘅形式咧嚟喺網上舉行嘅。請大家弟兄姊妹當中呢嚟到去一同出席，願神呢嚟到繼續嚟到去帶領Maple Choice弟兄嘅家人。今日嘅報告到呢一度，現在請我哋一同起立，我哋同唱3一頌。請大家低頭，同心領受祝福。願我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愛、聖靈嘅感動，常與你哋眾人同在，從今直到永永遠遠。阿們。各位請坐。今日崇拜聚會到呢度結束啦。願主你要賜福我哋每一位。